今日傾下一個近期好震撼嘅話題，就係金價破天荒衝上$4000呢個歷史性關口。黃金期貨價格喺10月7號第一次突破$4000，跟住喺8號站穩腳步之後，黃金現貨都正式突破$4000呢個歷史性嘅心理關口。計落今年以嚟，國際金價已經飆升超過50%，由年初大概$2600， 3月首次升上$3000，到而家破埋4000，呢個升勢又真係好誇張。溫馨提示，本片只係交流學習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而家華爾街大行紛紛調高目標價，瑞銀就估今年底會見到$4200，摩根大通就更加誇張，直言金價有望喺2個季度內攻上$5000大關。高盛最新報告將2026年底金價預測由每盎司$4300上調到$4900。橋水基金創辦人近日都發表力挺黃金嘅言論。佢認為喺高通貨膨脹、龐大政府債務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，建議投資者嘅投資組合中，黃金嘅佔比可以增加到15%，遠高於傳統財務顧問通常建議嘅低個位數比例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面對黃金不斷創新高，部分機構都發出警告。道明證券指出，自8月以嚟金價漲勢兇猛，投機客可能趁機獲利了結。美銀就警告，黃金短期內可能出現上升動能減弱，第四季或將迎來盤整甚至修正。咁究竟係咩推住黃金價格向上走呢？第一個重要因素就係降息。黃金價格持續創新高，反映投資人士對聯準會進一步降息嘅期待。若果聯準會如預期降息，美債利率低檔將大幅提升黃金資產吸引力。第二個因素就係美國聯邦政府停擺。由於國會參議院喺9月30日唔能夠通過臨時撥款法案，美國聯邦政府喺7年後再次停擺。美國經濟嘅動盪導致原定於發佈嘅非農就業數據推遲咗，令經濟前景更加唔明朗。咁樣國際金價點會唔升？第三個因素就係全球地緣政治動盪。除咗俄烏戰爭、以巴衝突之外，最新發展係法國新任總理祖國僅幾個鐘頭就宣告落台，搞到市場對總統馬克宏未來政治命運嘅擔憂升溫。歐洲資產避險情緒急急升高，直接推動資金流向黃金避險資產。第四個因素就係美金走勢疲軟。截至2025年10月7日，全球主要貨幣普遍對美金都好強勢。歐元對美金年內上漲約12.63%，英鎊對美金上漲約7.3%，新台幣對美金升值約6.7%。呢波美金疲軟，引發全球投資圈轉移湧入實體同稀缺資產。第五個重要因素就係央行囤金潮再起，全球各國央行持續增持黃金。根據世界貴金屬諮詢公司數據，全球央行自2022年以嚟每年淨購買黃金超過1000公噸，今年預估將達到900公噸，幾乎係2016至2021年平均457公噸嘅2倍。中國央行9月黃金儲備增至7406萬盎司，較8月增加，已經係連續第11個月增持黃金。另外，哈薩克國家銀行增持8噸，為連續第6個月買入；保加利亞國家銀行增持2噸，土耳其央行亦增加2噸；捷克國家銀行連續第30個月購入黃金。波蘭更加係2025年全球最大黃金買家，累積增加67噸黃金。講到央行黃金儲備，我哋可以睇下台灣央行，佢哋嘅黃金儲備全球排名第14名，持有黃金高達1363萬盎司。最厲害嘅係，佢哋平均每盎司成本約$400，而家國際金價漲破每盎司$4000，等於央行持有嘅黃金價值已經翻咗10倍。以每盎司$4000計算，市值飆高至$545.2萬，折算成新台幣，市值達1兆6628億。但係呢啲獲利只係紙上富貴，因為央行對黃金嘅睇法有所堅持，就係唔買都唔賣，亦唔會以加碼黃金作為平衡對美貿易順差嘅工具。央行總裁楊金龍過去多次強調，央行持有黃金係作為新台幣嘅發行準備，因此唔會加碼買入，亦都唔會出售獲利了結。講完成個金價大局，我哋要特別關注一隻股票，就係紫金礦業。呢隻股票最近公布咗業績，係真係幾唔錯。紫金礦業公布，截至9月30日止第三季盈利145.7億人民幣，按年升57.14%，每股盈利54.8分。扣除非經常性損益之純利125億，升50.37%。第三季收入864.9億，升8.14%。經營活動產生嘅現金流量淨額233億，升48.6%。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9.8%，升2.66個百分點。產量方面都好理想，
第三季度礦產金產量24噸，按季增加7%。礦產銅產量26萬噸，按季減少6%。礦山企業毛利率61.27%，按季上升0.78個百分點。綜合毛利率為27.23%，按季上升2.71個百分點。累計首三季表現更加勁，純利378.6億，升55.45%，每股盈利1.425，營業收入2542億，升10.3%，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25.45%，升5.23個百分點。礦產金產量65噸，增加20%。礦產銅產量83萬噸，增加5%。礦山企業毛利率60.62%，增加2.91個百分點。綜合毛利率24.93%，增加5.4個百分點。集團話業績增長主要得益於把握金屬價格上行，盡產盡銷，充分享受價格上漲紅利。其實匯豐環球研究最近都出咗報告，話紫金礦業展現出比同業更強嘅成本控管能力。雖然成個行業都面臨成本壓力，但利潤率仍然受黃金價格上漲所支撐。匯豐貴金屬分析師預測，2025年底前金價達到每安士4600美金，並於2026年上半年觸及每安士近5000美金。匯豐仲指出，喺估值方面，紫金礦業同山東黃金最具吸引力。不過都要提下大家，金價市場最近都唔係淨係得好消息。金價喺10月21日出現閃崩，單日急跌6%，創超過10年最大單日跌幅。雖然一個月計仍然升8%，但短期技術走勢已經轉差。點解會突然大跌？一方面地緣政治風險降溫，俄烏進入談判階段，加沙地區某程度停火，削弱咗避險需求。另一方面，市場開始質疑美國會唔會持續降息。今年美國減2次息共半厘已成共識，但係近期美國經濟並冇特別轉差，下年降息機會未必如想象中咁大。總結成個情況，金價破4000美金，雖然短期有波動，但係大行仍然睇好長線前景。而金礦股方面，紫金礦業業績表現突出，第三季盈利升57%，首三季礦產金產量增加20%，加上匯豐研究都話佢估值吸引，值得大家關注。最後都要講下個免責聲明，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投資建議，投資人士應獨立判斷，審慎評估風險。如果呢個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channel，亦都歡迎留言分享你對金價同金礦股嘅睇法。